后来乡亲啊，这位是半导体大脑张尚义，捌做过台积电的共同营运长，接受到创办人张忠谋的信任。伊讲台积电离未来的5年到10年，拢会非常的稳当，因为毋但技术持续领先，而且每一年阁会当不断来提升着良率。所以台积电有这样丰厚的实力，它是一时是不会。 对，5年、10年，它是非常稳的。被称为台积电研发6期书之一，现任鸿海机械信心 KY 董事长张尚义看好护国神山，未来5年到10年拢正在，佮讲要在嘛较晚退休咧。我在台积的时候，我非常努力想打败 Intel， 因为那时候 Intel 它是技术的领先者，我没有做到。那我退休了以后，很快我的同事就做到了。 那我如果早知道的话，我就晚2年退休，我就可以就没有这个遗憾了。是讲张尚义嘛讲，摩尔定律发展到极限了后，台积电恐惊会慢慢失去优势，这将成为上大的挑战。是讲嘛有专家认为讲，一定有其他办法会当延续竞争力，就讲透过高速大的空间继续延伸摩尔定律，也是用移植整合技术。 和先进的方针国进步，当然嘛有可能会选择用上新的技术直接推翻摩尔定律。 像是在一些宽能系的一个这个材料，那么甚或是用量子电脑等等。不过现阶段会当做霸主龙头，台积电挖开唔那是超高良率，还有一直进步的全球化的布局实力。有供应链的消息讲，台积电美国厂已经完成头一批量产，总共2万片，采用4奈米制定晶圆，将运用伫辉达2人份的 Blackwell。AMD 数字方的资料中心处理器以及苹果 iPhone 利用 A 系列处理器，目前正送回台湾进行封装。 台积电可能短期之内，那么还是会以台湾为重。未来即便在美国的先进封装的这个产能开出，它的所占的这个比重还是相对是比较低一些的。半导体上中下游精密分工，咱国无人会当比拼的完整的生态系，成为护国神山前进到海外，同款会当紧留台湾的关键之因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